来，把他给我扔到火堆里去！呀！二师兄，终于出现了，杀！啊！杀！追！别让他跑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让他跑！快，站住！让人跑！抓住他！往前！往前！不接手！你是谁？不用怕，我不杀你，但你现在要跟我走一趟。走到哪里？救人，我要你把他们全部都放走。救什么人？放谁呀？放少林和尚安全的离开高府，不得伤害任何人。少林寺和尚？少林寺和尚为什么会在我王府里面？好功夫，我看你能躲过几次。预备，住手！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个小和尚不知为什么闯进王府，又打又杀，我们正在捉拿他。
你不是少林寺和尚吗？王爷，我让你放了我师弟。你师弟出什么事了？师弟被他抓起来了，我只是来寻找师弟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王爷是这样，前几天奉您的命令到民间为皇上征集美女进宫，可没想到半道杀出个和尚来，抢走了民女。我怀疑这和尚与那女子有染，正在捉拿他。我不是叫你不要给少林寺和尚添麻烦吗？王爷，我们抓的不是少林寺的和尚，这个还不是少林寺和尚，这你是少林寺和尚。少林寺和尚怎么会淫乱民女，违反王法呢？你放了他！放了。马上把他给我放了。师傅回来了！师傅，师傅，慢点们，慧空啊！师傅，请。阿弥陀佛。慧远，你的师弟们呢？嗯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师傅，他们下山了。他们到哪儿去了？三师兄被抓到洛阳王府了，他们去救三师兄了。去了多久了3天了。多谢王爷。明天一早我们就回少林寺了。哎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你师兄弟的伤这么重，再休息2天再走吧。师傅会担心我们的。你放心，他今天才回到少林寺，我会派人通知他，你们放心。谢老爷。就你一个人下山来救你的师弟了吗？是，就弟子一个人。啊，那好，你们放心休息，我不打扰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爷，他们太嚣张了，一个小小的少林寺，个个都会武功，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。不杀杀他们的威风，将来还了得？我告诉你多少次，叫你不要招惹麻烦，你就是不听。上次我写信叫你退兵，你怎么又抓了少林寺和尚？就是那个叫慧奴的和尚，抢走了民女。一个民女值多少钱？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咽不下这口气，你就给我招惹麻烦。蠢货！你知道我下在少林寺方丈身上多少功夫？我真想杀了你！小的该死！还有多少人进来？我看见的就是这2个，但独眼龙现在没有回来，不知道有没有新的情况。
先不要放他们，看看他们知道多少情况。是。怎么样啊？来了几天，还习惯吗？你家乡在哪儿？没有出来过吧？嗨！哎呀，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，咱们只是闲谈而已。这次呢，我要把你们送去皇宫。想来想去，还真有些舍不得。但舍不得，你们也得去呀。如果你们长得再丑一点，我就把你们都留在我的身边了。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，你们长得那么好看，所以就只好把你们送给皇上了。你怎么还不去睡啊？师傅，你和洛阳王是那么好的朋友，他还救咱们少林寺于危难之中，他怎么会绑走三师弟呢？我先给你们介绍宫里的情况，你们在心里也好有个准备，不要紧张嘛。我只是给你们讲个故事。咱们的皇上啊，他是个酒鬼。他继承了皇位之后，把父亲、兄长、以前的旧部全都杀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恨他们从前不支持他，他杀了那么多人还不解恨，又把旧部的孩子抓起来，用鞭子生生地抽死。死了还不算，还要把他们放进大锅里面煮烧。烧完之后，还要拿出来，把他们的骨头磨成灰呀！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我求你不要说了。把这个送进宫去，把他拉走。师傅，要不你写封信，我给洛阳王送去。洛阳王接到你的信，他一定会把师弟们给放了的。洛阳王这个人可不是那么简单呀。
你看着我的那个，过来。转一圈，我看看。你是谁呀？我这么丑的女人，怎么可以送给皇上？我这2年我一直在躲着，不想见他，不想把这层窗户纸点破。但是天不遂人愿呐。慧渊，如今人世间的险恶，你是理解不了的。这么丑的女人，我怎么舍得杀呢？我要把她留在身边，把她留下。哟，哇，还有一个更丑的。这乱世中间，还能找到这么丑的女人呢？把她给我留下。好，把其他漂亮的送进宫，这2个给我留下。好吧，我今天晚上就修书一封，明天一早，你去一趟洛阳。好的，师傅。哦，对了，你记住，不管他说什么，你都不要在那里久留，拿到回信以后立即赶回来。知道了，师傅。我抓到他了。你认识他？把他关起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，你们把他给打死了！和尚师兄，和尚师兄，王爷，我师父让我来问一下我几个师弟的下落。哎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们好像到洛阳城里来了。到洛阳城里来了？来干嘛？找我吗？这是师父给你的信。你的师父说，我的手下抓了你的师弟。我看这是误会。师父的意思是不是下面有什么兄弟不了解王爷的意思，抓错人了？哎，不，我对我部下向来治理严格，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事情。王爷，我对你确实忠心耿耿。光是忠心就够了吗？你给我招惹来多少麻烦？你打乱了我全部计划。你把少林寺的和尚都给抓起来了，以后方丈怎么还会相信我？一个老方丈，有那么重要吗？你懂个屁！你知道少林寺的地位吗？少林寺是禅宗圣地，
你知道大江南北有多少人信佛吗？在大街上，你随便拉住10个人，中间有9个人都会信佛。抓住了禅宗之祖，就是抓住了万众之心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废物？你给我看好那2个和尚，不能再出任何事情。是，王爷。那他们会去哪儿呢？我看这个误会大了。这样吧，我和你一起去一趟少林寺，向你师父当面说清楚。那我那些师弟们呢？哎，只要他们进了洛阳城，就不会出事。这样吧，我让我的手下满洛阳城去找他们，找到之后，立刻把他们送回少林寺，好吧？好，马步回旋。好，变龙扑为虎拳。师傅，大师兄回来了。啊，王爷，我们是到后院去坐听竹林徐徐清风，还是登山临亭品茶论诗？我们还是在院子里面谈吧。好。和尚师兄，来，喝点水。来，我跟你说不让你进来吧，你偏要进来，这下可好，你受了这么多苦不说，也跑不了了。来，喝点，多少喝点。我是看他还活着没有。我跟他不是一伙的，我不认识他，真的，我跟他真不是一伙的，我真不是和他一伙的。他一个和尚，我认识他干嘛呀？和尚，你说我认识你吗？我认不认识你啊？他不说话，那就是不认识。老爷，我不是和尚，你们抓错人了，还是把我放了吧。敢问方丈，何为一花五叶？你来看这花瓣，飘飘落落，了无牵挂，何等的逍遥自在！王爷说说，这花瓣的功业如何？用你的说法是修成正果。王爷说的对，万物都有因果，都有自身的修持。花瓣在树，就是在修持。如果被狂风吹落，就会有痛，因为它正果未成，功夫也是如此。你是说，这花瓣里就有功夫？对，正如师祖达摩所说：“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”而禅悟双修，
是我少林所独创。修禅是为了定根，修武是为了固本，两者相辅相成，正好比这树上的花与叶，都要胸无杂念，心无旁骛，才得精进。禅定不到，硬练武功，便没有了定根，不仅不能推进，反而练坏了，还能损伤自身。老爷，你要是答应让我出去，我就给你这么大一个金疙瘩。哎，老爷，老爷，哎呀，呸！这么大的金疙瘩，谁信啊？连我自己都不相信，谁还能信啊？哎，和尚兄弟，我这个人可不是怕死啊，我是想早点出去，然后再把你给救出去。我没兄弟，那是很讲义气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跟你同生死，共患难。大师兄，再转！好，再转！好，怎么样？大师，哦你送我的心意经，我是每天都在练呢。哦，最近发生一点小事情，我按照经法提示练功的时候，发现每次练到某一个点，都通不过。那是为什么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王爷还是心神不和，大脑中杂念太多了。哦，如果能够抛掉那些不该有的杂念，就能修成正果。我成不了正果。王爷，心意经会帮你练成正果。我不是要你说正果，我要达摩功法怎么说呢？达摩功法是被一个蒙面人不慎给偷走了。蒙面人，谁敢到少林寺盗经？也许你不相信。是，我不相信。我想和方丈单独谈谈，能不能让其他人离开？大师刚才说，与人生相比，花开一季最多1个月，绽放的时间最多也就10天半月，比起人的一生来说，实在是太短太短。但是，花是自开自落，无忧无痛，无欲无争，逍遥自在。而人的这一生执迷于烦恼，实在是太多太多了。是啊，真是人不如花呀。王爷位高爵重，怎么能发出如此的叹息呢？捎来的诗稿，大师可曾看过？有何指教？哦，不敢，贫僧看过了。与过去的词稿风格相比，大不相同了。如何不同？请大师明示。王爷为何不咏风月，反而暗藏杀机？大师知我。你知道吗？我虽贵为王侯，却随时有生命之忧。
上次进宫，小王面见圣上，一语不慎，圣上竟然把刀架在小王脖子上，不是太后相劝，就丢了性命。王爷千万不要动气，您和皇上都是同胞兄弟，骨肉情深嘛。哼，骨肉。都给我听着！一旦让我查出来，你知道他是怎么跟我讲话的吗？他一只手端着酒杯，一只手拿着宝剑，讲一句话，歌舞一番；讲两句话，歌舞一番。一不高兴，就把唾沫吐在小王的身上，哪像一国之君的样子？还有，他还把天牢里的死囚绑在那金銮殿上，随时杀掉。朕就将你们扔到大锅里煮了，然后用一口大锅煮了。煮好之后，还强迫每个大臣一人一碗，把肉吃掉，把汤喝掉。太残忍了，太残忍了！阿弥陀佛。我跟你是相交多年，这是肺腑之言，断然不会轻易出口。小王此来，就是想请大师救我。如何相救？当初高阳废位称帝，我冲在前面。高阳答应我，100年之后让位于我。但是作为他的兄弟，我知道他非常残忍，他绝对不会让位于我的，他肯定会想法除掉我。从他当了皇帝开始，我每天都会害怕他会派人来杀我。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，在梦里我都梦见他杀了我。所以我想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先下手杀掉他，由我来做王位。我当皇帝就需要有强大的势力来支持我，因此我需要少林寺这块牌子。什么牌子？天下的百姓都信佛，只要少林寺支持我，那天下百姓就都会支持我。到时候我得到天下就容易多了。大师，你出来讲，我是菩萨，是佛叫我高齐当皇帝。这样的话，天下人焉有不归之理？我做了皇帝之后，我会重金扩建少林寺，我会封你为国师。那时候，少林寺将是天下独一无二。怎么样？天下争霸，百姓又要血流成河了。王爷，刚才你说到一个“救”字，佛家说救人救心，只有救心才能救身。不知道你肯听不肯听？大师，请讲。天下为什么会大乱呢？还不都是为了争夺君王之位吗？遍地的焦土，给百姓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，而骨肉相争，争来争去，谁争到了？谁都没有争到，都没有争到，那还要去争什么呢？我想，
王爷是熟读经书之人，这个道理不用贫僧再多讲。好了好了，我跟你是老朋友，我才给你讲我的心里话。你可以好好想想，3天够了吧？3天之后，你给我回个话。这件事情不光关系到我高齐的命运，也关系到少林寺的前途。我的话讲得很明白了，我们现在是拴在一起了。话就讲到这里了。3天，我等你回话。告辞。人心向善，佛界无边。干什么事情要多动脑筋，不是光拳头能够解决问题的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王爷，我听你的。我估计少林寺方丈会彻夜未眠。我们就等他的消息吧，啊！还认识我吗？我没认出你是个伪善的人。不是伪善。干大事的人都要有点城府，没有城府的人能干成大事吗？我不忍你在这里受难，可是让你在这里待多久，要看你师父的态度了。好功夫，我希望你能为我所用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啊，王爷，我师弟身体好多了，我们想早点回到少林寺去，否则师父就会怪罪我们的。啊，我刚从少林寺回来，你们师父跟我说了，让他在这里养好伤，到时候他就来找你们回去。你到寺里去了？啊，对，还有，这位兄弟就在这里听你们差遣，有什么事情，你们吩咐他。是帮助蚂蚁呢，还是帮助青虫呢？佛祖，请你告诉我。
姐姐是有大仇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这里进来的女孩子，都是想逃逃不出去的。而姐姐身怀绝技，还自己混进来，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报仇。这仇，肯定是齐天大仇。没错，只要他们把我当成美女送进皇宫，我就有机会杀掉那个暴君。我不该多问姐姐。他杀了我一家30多口，我能忘记这个仇恨吗？王爷， 3天了吗？到昨天晚上已经3天了。看起来，这个老和尚还非常的顽固。孙霸，哎，王爷，轮到你了。 和尚听着，快去禀报，让老和尚出4相迎。小和尚，几天没吃东西了，饿坏了吧？看大爷我给你带来什么好吃的了？啊？来，你尝尝，香着呢，啊！老和尚，你看你的徒弟在吃肉呢。师傅，住手！站住，不要动！大师兄，你们真是不识好人心呐！我看他太饿，喂他块肉吃啊！我是怕他饿死啊！放开我师弟！别着急，着急也没什么用。你看看我带来多少人，带来了多少骏马。我要是挥挥手，你们少林寺马上变成废墟。嗯。 施主，前次就是你来包围少林寺，这次你又带着你的士兵来闹事，不知道我寺究竟什么地方招惹了你？嗯，没错。好，就算有什么地方惹到了你，老衲来向你赔不是。我就是要报上次的仇，这次谁也救不了你们。 我真不知道有什么仇，老和尚，你心里明白有仇没仇。我这回就是要灭了你们少林寺，让你们这些和尚死无葬身之地。嗯，请问施主，你来本寺意在何为？你认识这个人吗？我当然认识，这是我的4弟子慧忍，他是我手下的败将，你想不想要回他？我当然希望我的弟子 尽快的返回本寺。我现在可以给你个出路，和尚，跪下来求我啊！你们全少林寺和尚全都放下手中的武器，跪下来求我，也许我就会发个善心。别动，不然的话，
我就一刀心杀了他。跪不跪？你们跪不跪？你欺人太甚，有种你拿出真功夫来！好，你有种，我就想听你这句话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少林寺的真功夫。好，我先给你过招。算了吧，方丈，你的这些徒弟都是我手下的败将。这样吧，今天我和你过过招，怎么样？今天我有一件事情要请教二位师傅，请讲。两位知道这个是什么拳吗？当然是少林拳。当然是少林拳。可是少林拳里的什么拳法呢？老和尚，来吧。听说你是藏在山中的老虎，潜在水中的蛟龙，我今天倒要见识见识。施主笑话了，老衲一心向佛，日夜念经洗心，何来功夫？你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呀！说少林寺方丈不会武功，不过是练些健身护身的拳脚而已。说，你倒是想不想救你的弟子？这样吧，你们少林寺和尚一个一个给我上，只要有一个人打败我，我就放了他。如果你们输了，那你们全体就跪下来。怎么样？好，我先来。大狗子，你当了和尚剃了头，连脑子都剃坏了吗？难道你忘了，我就是杀你全家的孙霸？原来是你！哥哥，快跑！好，那咱们老账新账一块儿算。哼，手下败将，来吧！呀！嘿呦！好快！老和尚，你的这个弟子果然有点功夫。你看好了，是他自己送上门来的。要是我孙霸失手灭了他的性命，你可别怪我不够义气。阿弥陀佛。少废话！今天你休想离开少林寺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
大狗子，你真是个笨蛋！你想找我报仇，今天不可以，以后更不可以。你今天看着，你的徒弟是怎么死的？嗯？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师傅，去，把大师兄扶回来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把大师兄扶回来。不，师傅，我要和他拼了！会员，听话，师傅，听话。方丈，你说怎么办？是你自己上来和我决一雌雄呢，还是就此给我跪下？每次我练到这里，就无法再练下去了。你们真的没有练过？没有。没有。你想好了吗？是战还是跪？胜败都是为了争一口气，而这一口气又都是是非之物，施主又何必如此一争呢？好，那你这个徒弟的性命对你来说也是身外之物了。你是说老衲这一跪能够解除所有的仇恨吗？没错，我就这么认为的。好，如果你能够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老衲可以在你面前一跪。跪呀，快跪呀！师傅，师傅，跪呀！快给我跪下！慧哭，慧哭，都不要追，让我来。慧哭，师兄，我来救你。师兄，快走啊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慧哭，
你跑不了了！你跑！我让你跑！小和尚，来呀，你往哪跑？这回我看你往哪跑？往哪跑？我看你往哪跑！我怎么在里面？哼，这下你死定了！走！师傅，慧人，快起来吧，你受苦了。你说，你还敢欺负少林寺吗？小兔崽子，把我放了！我放开你干什么？我放开你，你又要干坏事。你输了，就要认输。你快命令你的军队退回去，不再找我们少林寺的麻烦。我怎么输了？你是输给我了。施主，花开花谢，自有天成。弟子们多有不敬。慧空，给施主把绳子解开。师傅，解开。我不解。慧人，去，给施主把绳子解开。是师傅。施主，如果有什么气的话，就朝老衲身上出。老衲这副肉身，任施主任意惩罚，请不要和徒弟们过不去。多谢施主的宽宏大量，救人一命，鸿福无边。撤！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师傅，慧空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是这几个师兄要闹我的。师傅，慧空师兄大智大勇，击败贼人，你应该奖赏他才是。不敢讨赏。慧空，你知错吗？错？我犯什么错了？你是不是认为你比那个贼人的功夫更高啊？没有啊。那你为什么会反胜呢？那是因为侥幸。如果你不是侥幸的话，今天就不会站在这儿了。那样一来，为师该多难过呀，是不是？记住，侥幸只会有一次，不会永远有侥幸的。师傅，弟子错了。不过我今天还要表扬慧空。慧空，你今天打得很勇敢，打得好。今天你可以提出一个愿望，为师可以满足你。2个行不行？行，你说吧。第一个，师傅能不能教我一个绝招？行，一会儿就教你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，师傅能不能给我调调船？为什么？大师兄的脚太臭了。是。你脚才臭呢。这还不算败，那怎么样才算败？如果不是你的话，
我早就冲进去把少林寺夷为平地了。孙霸，我真想杀了你！我要杀人！我要杀人！我要杀人！来人呐，快把屠人房打开！怎么，老爷又犯瘾了？是夫人。自从上次杀了那500个工匠以后啊，他就杀人杀得上了瘾。10天半个月，他要不杀人呐，他就难受，他就发疯。等杀完人以后啊，他才能安生半个月。你们2个快点更衣出来，皇上召见。皇上召见，又是高齐发疯了吧？你们那么多干什么？让你更衣就赶快更衣。皇上，2个新妃子带来了。爱妃，过来，到朕身边来。今天，朕是皇帝，你们2个是我选的第1批妃子。来呀，今天晚上。朕要和你们2个过一个龙飞凤舞之夜。你们2个往前一步，就接近尊贵一步，接近富贵一步，接近荣华一步。我觉得这洛阳府气氛有点不对啊。我也觉得有点鬼鬼祟祟的。把我们留在这里，像犯人一样囚禁起来。还有看管我们那个独眼人，好像是个杀手。2位师傅，该熄灯睡觉了。你不是要把我们送进皇宫，献给皇上吗？不会，我会把你们留在身边，慢慢的享用。我是皇帝，你们是我的妃子。你们2个是这次选美之中最漂亮的，也是我最喜欢的。没错，我们俩被囚禁起来了。洛阳王肯定是在搞什么诡计呀。他是师傅的朋友啊，可他的王府可不像他那么慈善呐。孙霸的所作所为，他不可能不知道啊。也许就是他纵容的。这个王八蛋，我们想办法冲出去。干什么去？哎呦，我拉肚子啊！里面不是有便桶吗？哎呀，我拉得太臭，
拉在屋里大半天，臭气散不了。哎呀，快点，我憋不住了，快点。去那边。哎，好。哎呀，轻点。王爷在老百姓的心中是个慈悲之人。原来你的慈悲都是假的。我对百姓是真好，我礼善百姓。如果有一天齐王派人来杀我，这里的百姓也许会念我的好，会跟我一起造反。你的假慈悲是别有用心的。不，我怕齐王，我每天都担心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杀了我。我只有一面收买人心，一面我要比他更加血腥。他会杀人，我也会。他杀人有招式，我比他更有办法。他敢干的事，我敢；他不敢干的事，我也敢。我很明白，我只要拿到他的江山，我才可以活命。你想怎么样？没想到你骗了我，误了我的大事，我要杀了你。我骗你什么了？是因为你说要选美进宫献给皇上，我才千方百计的进来。原来你是别有用心。原来你想杀皇上，那我们是同仇敌忾呀。我也想杀他。住嘴！你们都是一丘之貉。不过，你现在有一条路可以活命。什么路？你不杀我，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干。把你抓来的美女全部放掉。快下命令！可以，你快去叫孙把所有的人都给我放了。是。行了吧？老爷，你们抓错人了，我跟那和尚真不是一伙的。哎，你看我这样的人，能像是和尚吗？哎，再说，我喝酒吃肉，还喜欢女人，和尚他们根本就不敢嘛。老爷，我真不是和尚，你就放了我吧。我进来的时候，让他和四弟在外面等着我。他被抓进来，肯定四弟也凶多吉少。不管怎么说，先把他救了再说。有性格，我最喜欢这样的女人。
来，兄弟，咱俩多喝点。哎，好好，反正今天也没什么事儿，来啊，干上啊！你马上啊！哎，好好。来，好，哎，和尚师兄，和尚师兄，我在这儿呢。啊，和尚！哎，快走！上哪儿去啊？哎，我就知道你们不会扔下我不管嘛。这么说，我也是有功之臣呐。和你在一起的四师弟呢？对了，他也被抓起来了，开始和我关在一起，后来被提出去了。哎呀，反正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四师弟肯定被关在这儿。对了，他们对那个和尚可凶了，我担心他现在已经死了。这把刀不错，把刀还我。其实我真想把刀还你，让你刺杀皇上，可是我又舍不得你。哎，突然之间我有个想法，我可以帮你，让你去杀皇上。你会帮我？我当然可以帮你，我真的有一个不错的想法。快说。你先出去。哎，慢着！对，慢着，把他也带出去。走吧。你不能伤害他。哼，你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。如果他敢伤害他，你说什么想法，我都不会答应的。来，你把他好好的保护，要听这个姑娘的话啊。走吧。你为什么不解开我？你这样一点都不像和我谈判的样子。哎呦，这王爷府可真气派啊！我以前只敢站在门外看，我哪敢进来啊？你少说一句行不行啊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这混蛋！你放开我！哎，走！放开我！是小娥，是那个美女。嘘。等一切就绪之后，我就把你献给皇上，啊，那天是他做寿的日子，你就像天女下凡，羔羊会欢天喜地的把你迎进他的后宫里。你那么漂亮，又受过训练，你高贵的气质吸引了他，你只要接近他，就可以杀了他。你先不用表态。我不知道你跟他有什么仇，肯定是大仇，跟我一样恨在骨头里。我们共同协力杀掉羔羊，各有所得，怎么样？难道你就为了当皇上？没错，我就是为了当皇上。你相信你能成功？肯定能成功。你把征来的民女都放了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走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啊！我孙霸当然有看看的权利了。这个人不是等闲之辈，我们都和他交过手，很难取胜。再说，这里到处都是官兵，惊怒了，我们也逃不出去啊。那我们也不能看着他被糟蹋呀。你这恶棍！你要是再敢过来，我就撞死！你不要那么烈嘛！啊！
只能智取，不可盲目。你放开我，混蛋！我最爱的就是你，在这里没能救你的命，只有我能救你的命。谁？快，我来救你了。哎，小鹅，小鹅，刚才我没有进去救你，是因为我在门口放风呢。放风也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快走吧。四师弟怎么办？现在还没有找到。先把他们俩送出去，咱们再去找。啊！走，这儿来。哎，我来，我来。咱们要被他剁成肉酱了。追！走！小心，别让他们发现。好的。啊！看他们往哪儿跑，把他围住！哎，怎么办呢？快点，围住他们！快快！打开门！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大事不好了！有一队官兵到咱山门了。这样，把你的师兄们都叫到方丈室来。是，师兄。看来这个老和尚是不敢出来了，干脆进去把他们逼出来。王爷怎么说的？王爷说我们今天要礼请，就是不能动武，要像对待王爷一样，把他请过去。他不出来怎么办？这好办。老和尚，我们王爷请你呢，八抬大轿都准备好了，抬你到洛阳府去享受荣华富贵。你快出来吧！王爷，都安排好了。水沸了吗？废了。人给本王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王爷。
王爷，先住哪个？主人。王爷，这几个和尚你还满意吗？我还没尝过和尚肉是什么滋味儿。是素的吗？洛阳王高齐，你终于露出真面目了。当今齐王惨无人道，洛阳王的血性丝毫不亚于齐王。你拜佛呀？你拜什么佛呀？你拜佛就不死了？你假装仁慈，满手血腥，我不和你这样的人说话。血腥？我血腥？你们想一想，我怎么可以不血腥？我不血腥，我会安生吗？我本来想安安生生地做我的洛阳王，可是当今皇上继位后，他把所有兄弟都杀了，侄子杀了，手段残忍，远非一个人可以做得出来。他没有杀我，我是他堂弟，按理说他早就该杀我，为什么不杀我？而且我还是他杀君夺位的马前卒。现在我每天都在等他来杀我，他把我逼疯了，他把我逼疯了，我疯了。王爷，先住哪个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不想死的话，那就要看老和尚会不会来救你们。师傅，师傅，好，我跟着他们去洛阳，你们在家里都不要轻举妄动。师傅，什么都不要说了。我心意已定，再最后劝他一次。走前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：我走了以后，一切都要听慧元的，他就是我。你们不听他的话，就等于不听我的话，我将不再认你为徒。师傅，我和你一块儿去。不，谁都不要跟我一起去，我一个人去。去的人越多越危险。慧元，师傅，如果官兵们再次挑衅少林寺，你们不能出手。即使看到他们要毁掉少林寺，你们也不要动。不过，如果他们要抓你们，你们要赶快的跑，跑到山里，跑到山洞里。但是有一条，切记不能躲到村子里，不能躲到镇子里，不能躲到老百姓的家里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蒙住自己的眼睛，让他什么也看不见；捂住自己的耳朵，让他什么也听不见。师傅，师傅，可是我们会武功啊！这一切都是身外之物，只有你们自己的生命是最值得保存的。师傅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如果你们听说你们的师傅不在了，死了，你们不要相信，你们的师傅是不会死的。你们的师傅总有一天会重新回来的，和你们重聚于少林寺，重新听到少林寺响起的庆乐。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对你们师傅的承诺。当然，我也会尽力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，但是你们必须遵守对我的承诺，不许乱动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，弟子听见了。听见了。好，现在
我想一个人走出这座山门，谁都不许送。所有的人都回经堂念经。慧远，去吧。慧空，慧空，慧空，慧空。师傅，我肯定听你的话去念经，我只是想送送你。慧空啊，你只能送到这儿了，啊？师傅，我送你到山门行吗？不行，只能送到这儿。回去吧，啊？哦，对了，我这里有一封信交给你，你要替我保存3天，记住，一定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手里有我的信。如果3天之后为师还没有回来，你就把这封信交给大师兄慧远，听明白了吗？哦，对了，记住，一定要等到第3天，啊？哦，好了，你现在就回去，告诉大师兄，领着大家伙儿赶快诵经吧，啊？王爷，办好了。好，你能把他请来，这是我看见你办成的唯一没有出纰漏的事情。等着吧，你们唯一能活命的机会，就看老和尚的态度。
方丈请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早知道你会来，可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。哦，王爷，贫僧不如你想象的那么怕死。王爷近来还在赊粥吗？本王虽然不赊粥了，但是大师来了，我还是会给你一碗粥喝。只是你进了这个门槛，是不是就不用回去了？唉，既然来了，我也就没有什么顾虑了。今天是老朋友相聚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勉强你做任何事情的。贫僧怕对不起王爷了，有些事情不是勉强就能勉强做得到的。我不会勉强你。如果你想走的话，我马上派人送你回少林寺。真是太好了，希望你能够这样做。我是真心的。好。嗯。真是没有想到，你把功夫练到如此邪恶的地步。我送你的心意经，是看到你心中焦躁不定，希望你练此功以后能够心态平静，能够不再被疑虑所困扰，以至于放弃对名利的追逐，能够使自己的欲望平静，能够真正引到山林当中，引到民间当中，引到偏僻的街市当中，你才能够回到正常的人当中来。那是你呀，你可以，我可不可以。我每天都怕他派，去。我每天都怕他派人来杀我，我怎么可以做一个正常人呢？来吧，赶快喝一点清茶吧。哎呀，你别跟我故弄玄虚了。贫僧该坐禅诵经了。大师，这是我专门为你设置的一个佛堂，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阿弥陀佛。小王就不打扰你静修了。就他一个人来了啊？就他一个，这就可怕了。他一个人怎么可怕？他带着徒弟来，则表明他还想回去。现在他一个人，则表明他已经做好了不回去的准备。那不更好吗？不回去就是做好了死的准备。我让你请的客人都请到了吗？南阳王爷、襄阳王爷、幽州王爷已经请到，陈州王爷、林州王爷明天就到。军队呢？我总共召集起了10万大军，粮草已经全部准备齐当，只要王爷一声令下，立刻发兵邺城。还有那老和尚，我想他大概不会合作，我要杀他的威风。你是说，烧了少林寺？哎，不，少林寺不能烧，不能烧。你现在去少林寺，说奉方丈的命令，要召集他们的武僧从军，听话的没事儿，不听话的杀了。王爷的意思是，
我可以大开杀戒了。哎，别，不行，你就随便杀几个，到时候方丈就会顺从多了。我报仇的时刻终于到了。